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杨岩，杨岩，杨岩！别叫，我在这儿呢。撤！哈！怎么了？现在我有3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说。其一，追兵来了。追兵？我们一路上有追兵吗？在我看来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是追兵。其二，带队的人是齐胜。你说齐胜？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，你没看错。真的是齐胜。其三，我打算自己跑了。哎，杨爷，你大爷！你得帮我上树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齐胜。真的是齐胜，还有什么不信的呀？除非我亲眼看见，否则我就不相信。等你爬上了树，齐胜怕是已经包围了过来。齐胜带的都是高手，我带着你根本逃不出去。而且他既然没事儿，那九哥一定出事了，我得去救九哥。那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。姐姐，真没法子了。九哥此刻已是生死难料，如果一定要在你俩之间选择一个的话，我选九哥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撤！皇上，前方有不明物体。那便是皇后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丝零落，缠绕着，丝枷锁。